请咱做伙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于马太福音书22章11节到14节。相关的页面，无共款的版本的页面，请咱看银幕。马太福音22章11节到14节，现着我来读。人君入去看人客，看见伫遐一人无穿礼服，甲伊讲：朋友啊，你无穿婚姻的礼服，怎样入来遮？伊就静静。迄时人君甲遮个找用的讲，把伊的骹手，将伊迄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铁铐。假牙切去，因为受掉的罪，受敬的少。以上，下面咱要邀请经生团契的陈佩荣团队来到咱的中间，来为咱来讲道。伊今早起要为咱分享的题目是受掉的罪，受敬的少。咱三个后头来感谢，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伫圣神的引带，互罗伯今早起有迄个机会来甲众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上帝你救恩的道理，甲经生团契的信息。求主你的圣神临在伫阮会幕中间，甲阮每一个人三甲伫的，监察阮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我会当成做你所喜爱的儿女，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姐平安。今仔日是我来就任咱嘉南教会的传道，派驻在经生团契的这个时间头一遍，转来伫咱嘉南教会。徛伫即个讲台顶，因一句话讲，较早外交官派驻在外面，那倒转去国家，这叫做转去国家来述职。真欢喜，今仔有即个机会，甲咱三甲用马太福音段22章11节到14节，即个经段。来分享上帝救恩。各位兄姐，咱若斟酌来看，咱一定会发现到，我引用的经文，敢若11节到14节尔。其实，这段的披露，伊是对第1节记到14节，可是我敢若用11节到14节，因为我咧看这段经文的时，我感觉这规个第1节到14节，伊是两个无共款的披露，伊嘛是无共款的意思。咱对这个国王的婚宴，我相信侪人咧看这个故事，咱嘛感觉真实。毋是伫马太福音段有记载，伫路加福音段伊嘛有记载。但是，咱当看咱这个披露故事的内容，国王伊出去邀请人客来上来伊的婚宴来上桌，但是当去邀请人来时，煞去互被邀请遐的人客，这个仆人煞甲伊拍，甚至甲伊凌迟，甲伊处死。国王知影了，伊非常生气，下命令来逮捕这个人，甚至把伊的庄舍给毁灭掉，以消国王心中的受气。然后，这个宴舍已经办啊，国王佮叫这个罗伯去甲大路的所在，找这个送香的，找这青云的，或者
心灵失丧的人，用半强迫的方式来甲因救入来食喜酒，救入来食喜酒。另外，伫路加福音14章15节甲24节，嘛有记载着同款的即个故事甲譬如。伊咧讲有一个人即个主人伊大开宴会，然后去请人来食饭，毋过请的人拢真无用，毋是无用做事，无就无用带水某要去庙外旅行。结果呢，即个主人伊就真生气，伊讲即阵人足无责任的。即个人实在是甲邀请，伊受着调，竟然也毋肯来。不得已，即个主人就去甲街路，请这个仆人去甲街路，甲有丧香的、有잔灰的、有青梅、有摆卡的，拢甲伊带入来食宴席。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一直甲即个部分记载差不多同款。但是路加福音却无记载11节甲14节后壁即段的经文。即个譬如显然是有伊无同款的意义，尤其我现在伫精神团体来服侍，伊拄是丧用的，伊有可能就是灵魂失丧的。所以呢，第1节甲第10节，伊咧讲仆人受到装下的人的侮辱。那11节甲14节。伊是咧交代讲，即个无穿礼服的人受到国王的踢笑甲侮辱。哎呦！当我看即种的经文咧比较的时，我心中却有真大的犹豫，甲未理解的所在，请人入来食饭，那以咱现在处境来看，欢欢喜喜入来食饭，我敢一定爱穿礼服。是若无穿礼服，我的严重性，爱亲像即个人的下场同款，就爱骹扣、手扣去用扣起来，搁再去用迄伫外口面。黑暗的所在，厉害咧，家己切起，而且，当我看到这个经段的时，搁较一个真趣味的所在，竟然这个国王叫这个人叫伊是朋友，笑里藏刀。当我在看这个段故事的时，我心内有一个足大的犹豫，这个犹豫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朋友？咱若看马太福音第一个所在咧讲朋友的经文，就是20章的13节，葡萄园的主人请迄个生入来领钱的人。称伊做朋友，煞互迄个人大声的变落尾。但是伫22章这个所在，煞搁较吃力。第三个所在被称作朋友的所在，是伫26章50节，耶稣甲犹大讲，犹大迄时阵带人来掠耶稣。伊讲朋友做你应该做的，
咱知影犹大下场更较凄惨。所以，当即个无穿礼服的时，无穿礼服的朋友，伊无话通讲，所以伊的下场就无真好势。咱会当看到即个譬如，我阁用一个，迄当时耶稣的时代的列比，伊就引用一段的即个故事，来咧说明迄当时耶稣所讲即个婚宴的譬如。咱即摆PowerPoint 内底有拍出来。伊讲有一位国王邀请伊的人客来赴宴社，但是并无甲伊讲真确定的时间，所以当被邀请的人就分做两种人。第一种神经较细条的，较有紧张的，较有皮皮喘，伊就紧伫厝边西装打扮，衫紧甲伊穿好，就紧张咧准备即个代志，准备等待国王找人来甲伊讲。另外一种人，伊无要无紧，神经较大条，伊就共款搁走去做工，做伊所要做的代志。等到时间到，国王甲皇宫的门拍开，请伊要入来食的时，伊因为袂赴行好西装打扮，袂赴行好穿礼服，结果就被国王来甲伊指责。这就是迄当时伫耶稣时代即个譬如。我要用即个譬如来互咱，来帮助咱了解今仔日即个婚姻的大宴社咱所要了解即个意义。即个第一节甲第十节，伊是咧强调上帝的恩典。即个上帝的恩典呢，是即个国王伊去街路请侪人来参加伊的婚宴。这是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要请咱来接受。那11节甲14节呢，耶稣咧论到迄个无穿礼服的人，无穿礼服的人，有可能伊嘛是灵魂失丧的人，有可能因为伊的生活可能就是亲像咱即摆现主时的家民共款，因为有侪无真好势的所在，所以呢，即个无穿礼服的人这是耶稣借即个故事加出来对咱的一种的警告。但是为什么耶稣入遮要用朋友的字眼来称呼即个人呢？到底朋友是什么款的朋友？是什么款的人？也就是咧讲，咱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第几代基督徒，你是第一代也好，你是第二代也好，只要你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当时阵你嘛已经承受一份的责任，伫迄个中间。所以，伫咱领受恩典的部分了后，咱就爱心甘乐意，真喜乐，进入上帝所设的婚宴内底。咱就爱服装整齐，咱就爱穿着属王中所提供的礼服，然后才是完完整整一个被上帝救恩所拯救的人。咱有时以前咱还未入来甲教会，像我本身是一个第一代基督徒，拄入来教会，我印象足深。迄阵读高中，拄入去教会，看大家拢穿甲整整齐齐，穿鞋甚至有
拢搁穿西装，搁干的裤带，尤其是台顶讲道的牧师甲司会司礼的人，伊所穿的搁再无共款。但是我印象真深，就是讲，当我入去的时，我看人穿啊整齐，我家己穿无整齐，煞会惊，因为咱家己已经无看重家己这份所想事白白稳定，所以咱只要穿上上帝所赐的礼服了后，咱的身份就已经无共款了。咱的身份就已经变成做上帝所起调、所竞选的子民。咱就要有上帝甲基督的款式伫内底。所以呢，这样才袂去，互上帝的名受到荣耀。恩典是上帝所赐予人类的一个重要的礼物，嘛是上帝对咱人有所的一份基本的要求，就是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了后，咱就要有新的举止、行为、甲做法。咱袂当搁再有旧的行为伫迄个中间，甲心思意念，甲迄个咱的行道，伫教会甲社会中间。所以，上帝两只手，伊一只就是做审判，一只就是恩典的手，恩典的手。当咱咧讲传福音的时讲，人会当领受白白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佮因为人有罪，咱就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当咱咧讲这两项的时，我会记早时我一直调整袂过来。这是毋是有真矛盾的所在呢？但是也因为恩典，这个白白恩典的可贵，所以咱会当去了解，咱成做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咱就要知影白白的恩典，甲上帝审判迄个中间。是啥物来甲伊调和呢？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伫迄个中间，也就是今仔日咱所讲迄个救恩的礼服伫迄个中间。今仔日咱所念的圣诗第22首，伊咧讲主上帝的正手，伊伫咱的中间来写字。伊写出仁爱关怀的话，写出咱内心的冲突甲失败，也记载伫咱心内，咱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迄种的胜利，甲目屎，这拢伫上帝的正手，伊拢咧甲咱记载。另外呢，伫咱的中间。咱有侪受到攻击，因为咱人的罪，因为咱有贪婪，咱有怨恨，咱有自私自利，咱的骄傲甲不义。上帝的正手，伊的确会攻击咱，会调整咱，所以。上帝的正手，却要通过咱的耶稣基督，伊要扶持咱拄着滑倒的人，互
要跋倒的人会认识咱的名，伫咱互咱会当对见笑的中间来得到救，因为上帝正手，伊要扶持咱，伊要安慰咱，伊要医治咱。我以早，我是一个三福的队长。那我因为会晓三福了后，我真爱共传福音，我就用三福的两个诊断的问题来传福音。但是我用这两个问题来成做我每一天甲上帝来相应。检讨内心的不足的一种的好的方法。我甲上帝的关系，我有时咧甲问讲，但兄弟，假使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是毋是有把握肯定家己会当上到天堂来得到永生？有时我会记哩，我咧甲问的时，问甲喙甲全破，但是心内煞嘻嘻。因为当家己也无法度非常确定，家己有法度，家己上帝面前，当咱要甲伊当头对面来相见的时，当上帝若用安尼来问我的时，我是毋是同款有迄种的把握，甲有迄种的信心，要甲伊应讲，我就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你已经有赐一领救恩的礼服，互我穿。所以有侪的人来受到邀请，来受到调，来进入这个救恩的大门。但是，确实有侪的人，却无法度来受到竞选，来进入这个救恩的大门，因为有时人就是无把握。当我用第二个问题，搁来问你讲，我为什么会当互你留去的时，我搁用救恩的礼服，搁较有信心到咱的阿爸爸上帝来回应讲，是因为你亲自赐我救恩的礼服，互我有迄个十足的把握，来穿着这个救恩的礼服，来进入天国的大门，来享受上帝的恩赦。各位兄弟，当咱每一个人拢已经穿去这领救恩的礼服的时，你是毋是有哪捌伫上帝面前，你甲上帝三甲沟通的时，甲伊伫遐三交陪时，你是毋是有甲伊共款伫遐用小恩的精神来甲伊讲，来甲伊回答讲，你真肯定，你有会当穿着救恩的礼服来进入上帝的大门，上帝国的大门。假使你若已经摕到迄领救恩的礼服，但是你若无够好啊，甲伊穿起哩，你的路就是行一半，你的救恩的大门，就是还未为你拍开。咱三个后头来感谢，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阮感谢你，因为你通过耶稣基督来成做阮世间人的一个救主。你通过耶稣基督，阮世间人，阮会当进入天国，而且个入场券，你就是因为避免耶稣基督，拢来替阮避免好啊！阮每一个人
只要来信靠耶稣基督，阮就有十足的把握，会当签到救恩的礼服，来真大方来进入天国的大门。主啊，你的救恩也的确要逐世代来军队，阮也要军队阮的后代，互阮会当得到主上帝你的荣耀。主，阮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咱多谢单团都甲咱做分享吼。我简单来介绍京城团契这个时间吼。姚军毋在伫咱中间吗？无来吼。好，京城团契咱手中有一个这个 DM 吼，咱手部内底。简单甲咱介绍京城团契，伊伫咱台湾省有一个总会，伫每一个县市拢有伊的区会，区会。桃园区会是中间的一个县市的区会，一个区会。伫2年前，这个委员重新改选了后呢，廖长老是做京城团契的主任委员，我嘛是中间的委员之一。咱中间的社区牧师、科牧师嘛是委员之一。伫2年前改选的这个委员会内底呢，因为长老会牧师长老占多数。京城团契伫桃园这个区会，伫监狱内面这个报道传道拖伊嘛超过30年，总是这个人事真袂稳定因为过去拢独立教派的牧者伫遐来带这个事工的团队所以迄个因为伊的将来上伊的制度真无好势后来到2年前长老会牧师长老投入伫这个团契内面呢。发觉讲，咱有延续性、永续性所以才提出迦南教会小会来提出通过咱的小会来总会来申请就位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就是这个京城团契这个牧者。安尼因为伊的将来性、伊的退休、伊的制度、伊的生活受到保障所以毋茫讲靠人来参与这个团契的事工顶面今仔日单传道其实就是咱的小会，就是咱教会的传道者啦。咱毋通当作讲伊是外来的传道正式是咱迦南教会小会咱所聘请的就位传道拄伊有讲说伊是好亲像第一遍转来啦回会来述职啦，所以咱正式要拍拍甲多谢者，我放真感谢主啦！伊今仔讲受调的多受敬的少我要回应当这个委员会伫遐申请要传道者的时阵无人要来啦。我讲受调去读新人，伊要做牧师嘛足多的受敬选要来团契要来做牧者的只有单传道一个委员会伫遐安尼祈祷拢无人要来。第二遍呢，搁伫遐来拜托，搁伫遐来敲吹后来感谢主圣神感动着单传道，伊愿意决志讲要来京城团契这个所在开始伊传福音的事工。单传道伊是旧年才对新人毕业伊嘛伫社会历练了然后做真大的事业，然后伫遐来收起来了后，伊才去读新人院想袂到呢，上帝就甲带来到这个京城团契内面做这个事工京城团契这个事工咱若甲更新甲做伙，这个字甲做伙是书信，这个书信书信。咱看这个 DM 内底DM 内底，咱看这个监所，全台湾的监所内面有7-8万人，伫桃园区这个监所内面呢，就占了差不多一成的这个患者。伫阮这个记者的时阵内面呢，发觉到这个烟毒犯占超过6-7成以上，6-7成，伊100个内面超过60-70个拢是这个数毒的。当阮伫到迄个地检署这官员伫记者的时阵伊讲要互这烟毒犯要互因真正来重新因的性命，互因的性命得到更新伊讲只有一个开路，这个开路就是安怎？靠着咱基督教的信仰，圣神的开路，感谢主，哈利路亚！伫咱下周间，咱包括咱看咱的少年之家，迄个张主任和小等要来伫咱中间做见证的，做这兄弟因的心对安尼重新伫遐转倒转，成做一个
今生性命得到改变的人吼，耶稣基督会开咱唯一的。安怎讲？因讲因速度吼，讲要改迄个身体的度吼，真简单，2个月就改掉啊。总是迄个心度呢，改袂掉哦。心度吼，若无靠着耶稣基督开来吼，伊讲迄个毒品啊，会来找因哦，会来找因哦。伊讲心度，我是无要食毒，我无要摄毒，总是呢，就是有一天吼，无丢毒的时阵吼，就去互毒扭去啊，爱就去试毒，就去犯啊，就去犯啊。伊讲哦，真正要对应改因的心内迄个毒、迄个决志的力量哦，是来自耶稣基督。啊，感谢做精神团体哦，就是做即种的桥梁吼。咱感谢精神团体有一群伫桃园区内面有一群包括这委员，包括这做兄姐吼决志做这个精神团体的事工阮有固定的时间到伫监狱内底，伫遐为因上课伫遐甲因分享耶稣基督福音传传到伊不止到伫监所内面伫遐来做这个教化工作甚至呢，阮讲伊定讲，伊讲吼要食好心，家己也好啦，什么意思？伊每礼拜精神团体咱希望讲通过咱的名去骗一个传传道，总是呢咱无负担一角银哦，团体家己本身负担即个费用所以呢每礼拜拢爱去到国教会去徛讲台，去募款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为着精神团体的事工，虽望咱无多伫咧参与，总是咱要奉献咱的金钱，奉献咱的祈祷来参与伫精神团体即个事工，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事工。每遍到你内面伫遐来上课的时，咱就感觉受真侪感动，所以咱下面呢，咱就请就迄个张弟兄张弟兄伊目前伫迄个中山教会中山教会会友张若明弟兄咱泡泡来欢迎，伊要来甲咱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差不多在95年，有来过这边做见证，不过那时候刚回来没多久，刚回来什么时候进去不晓得，所以感谢主靠着上帝，我到现在就没有再回去坐牢了。我是进进出出，在里面关了，我这样算一算，差不多快11年，每一次进去都跟家里人说这最后一次了，就都没办法，一出来没多久又再进去坐牢。那因为旧的人、旧的事物都让我们很容易就回到原来的路上，那自己没办法，这是脖子都被魔鬼牵着走。那最后一趟就是服刑，差不多将近7年，7年的牢。那在监狱有那个更生团契的牧者，就给我一本圣经，然后关怀我。那么我就开始读经。其实读经的那一段时间，我非常痛苦，因为我原本的那个性格是罪的我，所以跟这个观念、心思意念都一直在征战。那我选择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里面就已经在做操练、做预备。那也对我的深招周围的狱友一起坐牢的，我对他们传福音。那当时他们都耻笑我就对了，就是因为我算老苦力啊，这个里面的那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台语啊，就是说已经算老犯人的啦，老苦力，就是说人家就是说会改也不相信啦，但是出去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在台东监狱结束将近7年的时候，我出了监狱打电话回家跟我父亲说我出监了，我要回来这样子。那我爸爸就非常的没办法接受，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你如果那么想念我们那我们就跟你在那个火车站见个面看你要去哪里就是不要回来了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也蛮难过的，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台东监狱辅导我的那个更生团契的那个传道人，那他就把我紧急安置到那个台北的中途之家。那我在那边，那我就回来我们桃园火车站跟我爸见面，跟我爸妈，我就辞别了，就在那边住了差不多7个多月哦，在那边非常痛苦，要破碎，然后再造就你，再重建你，那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上帝这样子，要过顺服的生活。那后来我父亲就是那个膝盖骨要开刀，他没办法再走路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回来照顾他，那他非常不愿意了。后来他住院的那时候，我行李打包了，出现在病房，然后我们非常那个敌对这样子。我爸对我非常不愿意我再回来。后来就是在住院的时间，他发现我整个人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就是乖乖的，就是读圣经。那他跟我妈妈换下来的衣服，我就是都把它洗好，都把它弄好，然后喝水啦、吃饭也都很诚实，因为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那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就一直都共生在一起。那过去我1年回家回不到3次，有一次我妈妈那个癫痫呢，她脑中风癫痫大发作，我爸爸压着她。我难得回去看到，我爸叫我去帮忙，怕他牙齿会咬到啊，头会撞。各位，我看了我掉头我就走了。所以这里面到了墙内都一直控告我，都一直被鞭打。那我把这些伤痛跟不孝都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为我的家里的亲情祷告了2年半，所以上帝一直修复我们，一直医治我们。感谢主啊！我在这段时间，我也在99年结婚哦。那上帝赐给我主内的姐妹，那这个姐妹在知道我是一个这么样子坐牢的而且负债，然后工作又不稳定，她能够下嫁给我，也是因为神的恩典，就是我们2个因为上帝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合一了。如果把上帝拿掉，我们什么都没有这样子。那我太太跟我结婚的其中一个条件，她就说，我如果跟你结婚我那个要用迦南教会来做我们结婚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们就是在99年透过王明仁长老跟廖勋主委，就是用迦南教会来做我们最美丽的一个拍摄。那我把这个结婚照也是挂在我们2个人的房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很美的教会，也见证我们的结婚哦。那我太太当初开始是我经常形容她是一把剪刀哦，因为她把我修得很痛因为我过去的不是这样子，可是现在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是我的福脏。我们自己被拯救，我们也要回头兼顾我们的弟兄。所以我当初回到社会，终究中途之家，你要回归社会，回归家庭。那我回来之后，我那时候住在侨岸，是算大溪那边，我都每天差不多5点我就已经出门了，搭公车就去更生总会去做晨更，我就这样子一直不敢离开上帝。那我去做工作，就是一般都是送货或者打零工。那要成为正式3个月之后，老板就叫我走这样子我那内心真的是很伤痛。我说我要好好做，为什么我也没有犯错啊？可是我还是保守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每天有读经跟祷告，所以上帝是我的力量我没有走回头路。虽然有很多的诱惑，我社会的朋友都来讲说你不用活那么辛苦
你本来就不是这个圈子的啊，等等。可是我没有，我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上帝也赐福给我，那么在这些年当中，慢慢在我的工作，我太太也帮助我在理财，我们开始慢慢有一些基础，也在2年前，就是101年吧，就是我们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各位，我想都没有想到，那一步走出来，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今天我恩典都有了，感谢神啊！那我跟陈传道，我们也去拜访了很多的更生弟兄，只要他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强烈的负担，跟他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弄更生小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我们要荣耀他的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说，一个人坐牢全家坐牢，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那我跟我爸妈我们全家人在去年的时候，我每年都到花东几个监狱，或者我们这边新店戒治所、桃园监狱，我都会去做见证分享。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我爸爸说他要跟我们同行。那我妈妈、我爸今年90了，我们全家开一台车跑了1000多公里，到花东的几个机构监狱去做见证。当初那些耻笑我的那些共同的那些监狱的狱友，回笼率相当高。当他看到我们全家一起在分享主的恩典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子，感谢神哦！我一切那个恩典都是从上帝来的。谢谢各位。哈利路亚！在咱这个社会有迄个角落，有侪这自闭症的人需要人关心。今日团结就是关心这个角落，迄个无人爱做、无人爱关心的这自闭症一群。咱看耶稣基督的气力，会通互因真做一个变得丰富的人，生命得到改变。今日团结伫每年的圣诞节拢有迄个集体受洗伫旧年的圣诞节年间甲这蓝间内面总共有40位的信主因为今日团结伫旧年年底是看见安尼无够。因为真侪人伫遐出来了后的时候，因来工作受到这个社会的人伫遐来唾弃所以伊原来成立一个日光之家。所以咱看咱的内底有一个日光之家，日光之家就是要暂时要互这个兄弟甚物这个姊妹，因出来有一个所在伫遐，佮继续甲因辅导，互因来成长，然后会当适应踏入这个社会咱看少年之家，咱的教会嘛，尽力拢伫咧关心，咱过去关心这个囡仔，然后到咧大人。毋望这一切所做，拢是圣经内面的教示，关心伫自闭症顶面，这是圣经甲咱教示咱责任。所以今日团契因为伫迄个圣经在代表历代志上第12章32节到33节来讲，今日团契的团信是啥物呢？行恶整罪，无生两心，通达事务，在所着行在所着行，圣经的教示，咱就是爱关心自闭症。以上。